啱啱收工教完狗，個學生隻狗嘅問題係食屎，我同佢講你唔好鬧佢，因為其實係你每日俾緊屎佢食。平時你去寵物店見到天然無穀物，你就睇都唔睇，就係聽 sales 哥哥講就即刻衝去買。你哋有冇反轉個袋去睇下啲成分？佢所謂嘅無穀物其實只係將粟米、小麥轉咗做薯仔、大豆。坦白講，呢啲全部都係碳水化合物。其實呢啲穀物同埋植物蛋白就係啲補充劑，主要嘅原因就係將能量撐大，降低成本。其實佢有冇優點呢？都有嘅。對於商家嚟講就係平咯，對於你嚟講佢都係平咯，但係對於隻狗嚟講就係慘。壞處咧就多到數唔晒。第一，高碳水等於高糖分，等於你日日俾個快餐隻狗食，唔肥就假啦。植物蛋白吸收率好低，食多都唔長肉，只會變成脂肪。第三，有啲狗狗對呢啲填充劑過敏，日日拗到啲皮膚損晒。狗天生設計係消化肉類，唔係消化大量嘅碳水。當佢食咗好多碳水化合物，消化唔晒，屙翻出嚟就係有食物嘅殘渣同氣味喺裏面。對於佢嚟講，呢一個唔係屎，呢一個佢未食完嗰啖飯。所以唔好成日交智商稅。狗唔識睇成分，但係你識睇，你要幫狗睇清楚。我準備咗一份劣質食物排行榜，留言食物，我即刻 share 俾你。